六元琪与小胖老师原为人在2016年签字离婚，在今13日被《镜周刊》爆出和差11岁的小男友吕元中热恋，两人互动亲密外，男方也被目击连续多天接送六元琪的儿女元义及元荣，他们也非常习惯有他的存在，甚至传出男方已向六元琪求婚。但对此吕元中却否认，表示有求婚及接送小孩这两件事。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吕元中在看见与女友六元琪的亲密画面曝光后，思绪混乱，也很无奈，对媒体强调没有求婚，也没有接送小孩。我真的很不舒服，小琪的头也没有靠着我。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是因为他担心会被公司同事及合作伙伴误会他上班不认真，也激动地表明自己要跟投资人谈下一轮融资，生怕投资人在看见新闻后会对他改观。而被爆出与六元琪的新闻后，他也接到了将近100位朋友向他传来的祝福电话，除了礼貌回应外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。他表示不想跟任何一任女友一起工作，我对我工作很认真，而且赌上名声，让相信我、投资我的人放心。一连串的事情也让他感到十分无奈。实习编辑斜线李佳莹。